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毋知即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要分步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堂弟，师傅啊，这有一间破庙，咱今仔念提早过暗啦吼。悟空，啊你看安怎？啊，凊彩来。悟空，悟空，啊你身体无爽快是？精神哪会这么歹？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大师兄哦，唔是身体无爽快啦，大师兄是心情郁卒啦，郁卒，嘿啦。啊是为着什么代志咧郁卒？啊，都为着。哎呦，互人赶出来，当然嘛郁卒啊。哦，原来是为着乌柳的代志咧无欢喜啊。迄是当然哦。吼，哇，这天但是孙悟空的，伊用走东往西，爱去倒位就去倒位，将来哦都无人敢赶我走啦。哦，想袂到，即个互伊臭精仔赶出来，哇，愈想哦，愈唔甘愿啦。哼，悟空，哈。啊，恁的模样本来就甲别人较无共款，别人当然嘛会惊恁。啊，代志已经就发生过啊，你就想较开的。对啦，大师兄，莫郁卒，心情放互轻松，吼。哎呦，好，我是要怎放轻松啦？我迄臭少仔赶出来，佫袂要紧的，佫迄小刀嘛，什么滴膏啦、叉箍啦，吼，我唔甘愿啦。悟空，啊你一句也唔甘愿，两句嘛唔甘愿。到底要安怎，你才会甘愿呢？嗨，上无莫甲伊教死一个。悟空，咱是修行人，修行人爱持戒忍辱，别人若咧甲咱骂，就是咧替咱消业障，爱欢喜承受，无怨天，无怨人，心平气和，安尼知影无？对啦，师傅哦，安尼讲对啦。我嘛去骂，人拢我吼拢心平气和，拢无咧生气呢。啊，非常哦，不管哦，别人安怎骂吼，我也袂减对吧？那有要紧啦。师傅，安尼对无？安尼就对啦。大师兄，啊，火气莫遐大啦，吼。哇！哎呦，哎呀！大海，我拢到你家了。嘘，对啦，就是这个啦。大海，恁那边周润饼嘛在家呢。哦。对啦，就是这周传饼啦。以后咱水港小弟都唔免惊，受伤后用这饼过来，好水啊！哇，闹这个天下无敌的宝刀，甲这什么都唔惊的上药啊！
跟侬天下无敌啊！有这两下宝贝哦，以后我就是天下无敌了。啥人啊？三半暝在那咧笑，啥人啊？啥物人？啥物人啊？哦，你位啊？哦，你位啊？较紧的啦！哇，来啦！较紧的啦！较紧的啦！较紧的啦！阿娘，3更半暝你唔困，恁来走来遮。哦，你位啊？我拄则吼有听到3、4个人入来咱的厝内呢，我听因咧笑声就出来，害因大家都紧走出去啊啦！我倒来！阿娘，惨啊啦，惨啊啦！耶稣，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偷偷迄几个人一定是查啦，再来咱兜偷摕我的乌龙刀啦！用乌龙刀放去啊！阿娘，你点仔等我者，我验尸外口看卖。无咯，哦你位啊，哦你位，小等下啦，小等下啦，哦你位啊，哦你位啊，3更半暝有几点啦？孙啊，安就这嘛，你哪还袂困啦？哎呦，我是9巴肚的火哦，无所在通啊出啦。哎，我哪会困得去啊？哎，老三来，把我斗拍一只屎啊，出一口气啊！大孙啊，这石狮点点你啊，无安怎？你若要甲拍啦？我才讲哦，即摆已经3更半暝啊咧，你在这咧轻轻锵锵哦，若甲师傅插起来，是免怎就好啦。安尼也袂用呢，安尼也袂用呢。好，我强要硬甲起笑啊！嘿，大孙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心情真无爽快啦。啊，不过人家咧阿婆啊吼，可是对咱真好啊。啊，你讲好意思干囝摕咧冤家？哼，我若不是看到迄个阿婆的面子哦，我一定将迄臭小囝、迄小查某骹掌剁互开花啦！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。啊对，你要内底困困咧吼，等天光若醒起来，去就消啊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，行啦。喂，倒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臭小囝，你好大胆，敢叫滚大行动的哦！我谁哪唔敢？高明的啊，你唔是讲你要转去啊？谁哪搁留踮遮？你管我管到遮来哦，遮唔是恁家啊！你管我来遮要创啥？原来是恁咧变鬼啊！喂，赶快将物件交出来还我！啊？交出来？你3更半暝来遮找我，是要叫我交什么物件啊？你莫点仔假啊！你走去阮兜，就是要偷摕我的乌龙刀甲做传秘方，你就是讲我唔知影。阮去偷摕你的物件，你是看到鬼来哦？就是咧讲咩？啊，等你讲迄支什么刀啊？迄垃圾刀对阮来讲，它有什么好处啦？阮摕要创啥啦？你莫搁讲，这床头床尾啥人唔知影讲我迄乌龙刀是宝贝。恁一定是听到迄个消息，在下晡走去阮兜，假做是出家人，想要探听这个消息，无对就是要得到这个乌龙刀对。你迄乌龙刀是啥物歹通顾下？要送我，我搁嫌顶地咧，我哪有遐骨力走去偷摕啦？都是呢。你莫讲遐较好听，我这乌龙刀是趁钱的宝贝，你若信是无正，我紧将乌龙刀摕出来还我，啊那我就对你无客气啊！哎呦，听这个口气，敢若是要相拍的吼？相拍就相拍安怎？卡说你若无将刀摕出来还我，我就跟你拼命啊！哎呦，你这臭小囝唔知影死我，来啊来啊！你是干啥在大细声啦？师傅啊，就伊啦，讲什么咱去因兜吼偷掠乌龙刀啦，要来找咱讨咧。偷摕乌龙刀？嘿啊，施主，我这个徒弟虽然个性较歹，但不过算起来嘛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男子汉大丈夫。伊要哪有可能去偷摕你的物件？一定是你误会伊啊啦！就是嘛，阮大叔仔若是爱你乌龙刀吼，伊会光明正大去甲你抢啦，袂甲你偷摕啦。你家己人咧替家己人咧讲话啦，我才无咧信。若是要去讲白贼哦，要骗人，我好你专门的啦。你莫甲我来这套，拿刀行我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放你用爱等咯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若是要去讲白贼哦，要骗人，我好你专门的啦。你莫甲我来这套，拿刀行我。施主，阮真正无摕你的物件。明明就是你摕我讲寂寞，
嘿，你这人哪会这烦啊？阮就甲你讲，阮真正无偷摕，你搁咧诬赖阮哦。系啊，你讲阮偷摕乌龙刀，你讲有啥物证据？对，证据摕出来才搁讲啊。安怎？你是想要怀疑我一个人只袂压你死的，就免硬拗？好啊，他说乌龙刀若无摕出来还我，我就摕你的金刚帽来赌笑。哎，这个金刚帽你摕袂法的啦，你放开啊！恁爸哪会知影讲我举无法的？放手啊！你别压，好你压啦！我，哎，喂，哇，出去，是啊。哎，哪有可能啊？我这金刚棒哦，这轻安尼来讲一个尔，哪有可能就死啊？大叔呀，啊你袂记来哦？你这个金刚棒哦，有10万8千金呢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凡夫小子啊，哪会看到你安尼会轻轻会克住安尼？哎对吼，对啊，我哪会袂记啊？是好啦，嘿，伊袂说米粉做的啦，都加我相拍应该的。讲，人命关天，你哪会晓讲这种话呢？哎，师傅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你要叫我安怎讲？你这个逆道，出家人应该自卑为怀，你哪会晓出手这么残忍，真正就将人拍死了。南无。哎呦，听，哎呦，师傅别念嘛，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卖多念嘛。你下边二位啊，二位哦，烧在去啊你，二位啊，阿弥陀佛。师傅啊，啊你哪会一只？面前伫个这间破庙过暝。是安尼哦，师傅啊，实在真失礼啦。啊，我哋后生吼，就较少岁袂晓想，啊，若有对恁失礼的所在，你唔通见怪嘿。老夫人，啊，这么暗啊，你还阁出来？无，阮送你回去才阁讲好无？多谢你啦，唔免啦。啊，我都要出来找阮囝啦。啊，有影对。啊，恁有看阮囝后你会无？阿伯啊，你叫后你师傅啊，你怎讲阮囝后你是怎样？哎阿伯啊，迄北界的意思是讲吼，是讲恁囝去掠贼啦，伊即摆已经去掠贼啦，所以哦，啊你免烦恼啦。系啦，这个囡仔吼，实真冲动啦！啊，一日出来规暗哦，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啊未？我实足烦恼的。哎，阿伯啊，无安尼好啊，你先回去哦，我会负责哦，将恁囝找转来啊。真是的哦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免客气啦。哎，老三，你将阿伯送回去啦。啊，我。好啦，阿伯啊，我先带你回下去啦吼。多谢你哦。是讲，师傅啊，我伫个遮啦。你踮这个破庙吼，安尼嘛唔是办法啦。我想吼，要不你甲斗阵回来去阮兜大，啊，等下阮囝若转来吼，你再走，安尼好无？哎，师傅啊，安尼嘛好啦，无好，你若先甲阿伯转去因兜等我啦。好啦，阿伯啊，行，我带你回来哦。谢谢。多谢。大叔啊，你到底是咧变倒一出啊？你是毋是要甲我放在遮做你老婆啊？哎，死妹你啊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本大性该是这种人啊。差不多。悟空，老夫人若是知影你将因后生拍死了，一定会足伤心的。这要安怎才好啦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有办法啦。哎，死妹弟啊，你先将伊的尸体挨转去藏起来，是莫互无知影，好无？好。啊，我过来去地府哦，将伊的魂魄讨转来，过来去上观音大师讨一寡净水，甲伊香香的，互伊活起来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好。悟空，你敢是有把？师傅，我办代志，你放心啦。阿妈，谢你啊。多谢啦。谢，好来，谢个，come on。来，加进来。有够重的。啊，北海师傅啊，啊你沿路发动，啊是啥物咧动啊？啊，对哦，无啦，不过是讲哦，我家己哦受大苦啊，歹运力哦会喘呐。大苦才会幸福啊！阿伯啊，
啊无安尼啦，我先带你入来内底休困。啊，这吼，互我甲阮叔、甲阮二叔兄吼，啊，多谢等恁后生就好啊啦，吼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啊我吼，非得阮后生无转来，我困也袂去啊啦。要无安尼啦，恁吼先去阮后生已经房间休困一下，啊我踮遮等阮后生就好啊啦。啊，叔啊，好啦好啦，这个吼爱先处理啊。老夫人，那安尼边境就无客气，先入来内底休困。好啦，好，好好好。王姐啊，你留踮咧遮陪老夫人。我知。脚冻就死无人哦。八戒，爱是死去的人，当然嘛当。哟，叔啊，啊若你刷落来吼，啊咱要安怎咧？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也只有行一步算一步。等悟空若是转来，咱再去想办法。啊万一大叔啊若是唔转来，咱要安怎？师傅啊，我是愈想愈唔对哦。啊，万一吼，若是互人知影，啊，这个和尚吼，就已经死去啊。啊，大孙仔佫无转来，啊，杀人个罪名吼，咱来替伊担的。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三军犯法，罪责主帅。若是伫个悟空还未转来进前，乌溜的尸体若是去互发现，为师也只好担罪啦。啊，师傅啊！啊！你替大师兄担罪，啊，到时哦，连我甲老三哦，拢会有代志呢。大胆阴魂，无两年竟然在阳间飞飞闪烁，你该当何罪？不用了命，不用了命！无白无伤，在，将伊拍入18地狱。是。哎，对。来，哎，行，哎，歹看面，足久无看的哦。大圣爷，你也来地府无？恭喜兼欢迎。啊，呸，小妹你欢迎啦。大圣爷，啊你无欢迎，啊无你是向哪做的哈？哎呀，我唔是来甲你报道的啦，我是吼专工有代志来找你的啦。啊？有代志？大圣爷，是毋是要亲像500年前来找你？啊？嗨，你放心啦，本大神哦，即马性地已经改啊啦，袂甲恁头家乌白花啊啦。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对啦，大圣爷，安尼你来地府创啥咧？我是要来找一个拄假死的阴魂。找阴魂？安尼你找着人哦。你讲，找倒一个阴魂？哦，伊叫做河流。河流。大圣爷，你若要找河流咧，你唔得去田的找，还是喺沟仔边找比较对？什么找到地府来咧？哎哟，你是耳孔包皮吼！我是要找一个姓河，叫做河流，唔是要找迄个河流啦。哦，安尼我找看卖。河流阳寿80岁，大圣爷。但伊即马才20几岁尔，嘛无可能遐尼早来交铺啊！哎哟，啥物还阁早啦？已经互我失手拍死啊啦！因即马应该来到王新城报道啊！你也毋过拢找无咧，你看拢无啊！大圣爷，你是毋是记唔着去？哎哟，啥物我记唔着？是你的破记唔着，还是我头壳记唔着哈？嘿，大圣爷，你莫想，我随派人去找。后白无相，在。马上去王师城，啊是倒一间找看乌溜仔这一幕你报道无？是。开门啦！啥啊？是我水蜜桃啦。
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休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倒一阵西北风，毋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何丽啊，何丽，阿姆，你来透早伫遮咧拄久咧？阿头啊，天光啊是？是啊，阿姆。恁都安怎的？都坐伫遮坐几暝？是啊，啊，后日吼，甲我讲要出去掠茶啦啦，啊，一个去就拢无倒转来，啊，我坐忝才一日等，啊，毋是安怎煞去互困去？阿姆啊，敢会是何柳昨暝转来的时阵，啊，你毋知影？我来伊的房间找看卖。哎，喂，变啦，变，后日还袂倒转来啦，唔免就看啦。哎，恁哪会阁走来哈？我都。是我请因来，你毋通对伊无礼貌啦。阿姆啊，因遮拢嘛是阿头啊，你误会因啊啦，因拢是好人，我昨人无拄着因，差一点仔就毋知影通好倒转来。就是安尼咩？哎，我问你咧，啊，何你是去钓什么菜？啊，为什么钓几暝我还袂转来？啊，你为什么去拄着阮阿姆？啊，阮阿姆为啥三更半暝去拄着恁咧？啊，这，哎，啊，你咧问一大堆，我是要安怎甲你引起啦？阿头啊，昨昏阮兜钓贼头，啊，后日哦，讲要出去掠贼啦，我缀伊尻川后出去，啊，毋知伫个庙下，当着师傅来因，师傅来因哦，才带我倒转来。等规暝要等阮后日要倒转来，现在等也无人倒转来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吼。阿姆啊，我何你是去钓什么菜？那钓几暝我还袂转来咧？我嘛毋知影，伊讲乌龙岛放去啦，要出去找乌龙岛啦，啊，一个去哦，就拢无倒转来。啊，阿姆啊，敢会何你是出代志啊？哎，啊，你若知影讲乌龙已经发生代志啊哈？我拥有的啊。哦。迄个乌龙波东吼，是阮何你趁一个宝贝呢。哦。伊若无甲偷倒转啊，绝对袂放伊干休的啦。我咧想吼，伊一定是钓到迄个偷摕宝岛的人。即摆吼，当日甲伊拍300回合。哎，莫胡白讲啦，哪有可能住啊遮尔遐久啦？胡白讲。阿妈，有可能是乌娘吼，还未去找到迄个偷掠乌龙宝岛的人，所以毋知还未倒转来，继续伫遐找。等伊若找到吼，伊就当平安倒转来。别烦恼。阿头啊，我麻烦你哦，你替我做一寡饭，通请这师傅啊。好啦，阿姆，啊无你是去内底困者，啊我连面若煮好，我才甲你叫。哎，对，安尼对，来，阿妈，我带你去内底歇困哈，啊恁后生若转啊，我才甲你叫，吼。开门啦！谁啊？是我，水蜜桃啦。
水蜜桃，水蜜桃，都有水蜜桃，我要吃，都有水蜜桃。马甲，不是迄落食水蜜桃，是迄个叫做水蜜桃的姑娘哦，伫遐弄门啦。啊，是迄个查某伫弄门哦。喂，你是在内底困死啊？是无？哦，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师傅啊，袂当回礼拜啦。伊若是礼拜看到乌柳的尸体哦，安尼我吼3条溪水我嘛洗袂清的。啊，无互伊礼拜，这嘛袂用的啊。这吼。喂，你是在内底创啥？门是要开啊？不开啊？哦，开门啊！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大家，紧，你哦，金刀的边仔哦，将伊扛起来。好。喂，唔对啊，师傅啊，伊是死人诶，你叫我困在伊边仔哦。不要紧啦，紧。好啦。开门啊！哦，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开啦！来啊！阿弥陀佛。饭煮好啊，会用食。多谢公。低头低面的啊！你是要困到当时啊？会用起来啊？我还袂困饱，我无按算要起来啦。好，你真正亲像猪呢？迄日头拍尻川啊，阁唔起来。阿弥陀佛，水蜜桃姑娘，我这个徒弟较重面，所以吼，你着加困一下，莫甲管啦。我哪会用无管呢？我若无甲叫起来，我是要扫涂骹咧。起来啊！哎，我等下家己扫就好啊嘛。你扫袂清气啦，我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啦。等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咧困的时阵，我是无穿内裤，你若袂演哦，目睭生目睭，我是无招哦。你哪有输鬼啦？阿弥陀佛，好佳哉。师傅啊，我大主人哪还袂倒转来哈？差几鬼哦！免来，对啦，迄乌柳的阴魂都吹掉啦。起变鬼哦，10真九不是常拢吹过，无叫乌柳的鬼魂啦。哎呦，这哪有可能啊？伊明明就可以叫我拍死啊！伊明明就变做鬼啊！哪有可能找无啦？不，大圣啊，你莫想去，你可能这是枉死的哦，还要来考摸，这找无啦。啊未交无，哪有可能？人已经死遮尔啊久啊，啊未交无，嘿，恁这是安怎办代志的？哈！大圣啊，你莫想去，我马上派人去找。后边无常，在出动所有的鬼车，将乌柳幽门押转来交破。是。哎呦，钟馗，恁派恁这沙滩鸟去找，是要找外母才有法度将乌柳找到转来啦。大圣啊，一定找有啦。要不安尼啦，大圣啊，你先倒伫恁休困，我若找着人，我再派人来通知哈。哈，要等你通知哦。哎呦，安尼哦，本代像火烧烤串坐袂掉啦。钟馗，小心在你的头，我命令你，你嘛来到山岗来去吹。我信你啦。是。塞地塞到，不如赶紧走。嘿。还没睡你哈？够了。你囝拢互你啦。妈，水蜜桃，老大，你来啊？我真的，啊，你有看我老柳无？无啊，我做要来找好柳尔，好柳敢无摕？无啦，你昨吼，就我讲要出去掠贼啦，一个气都拢无倒转来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也袂，我实是足烦恼的。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拨，我不用爱等咯。你为我用心过咯。我讲要出去掠贼啦，一个气都拢无倒转来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也袂，我实是足烦恼的。哎呦，阿妈，今日是咧讲啥啦？好，你去掠贼啦？
甲你厝内是散到哦，鸟虫都空空，那可能查会来啦。你实在爱讲笑呢？阿妈，莫烦恼啦，这我咧想是安尼啦，乌溜吼，迄贼仔掠无着，无死心啦，才无倒转啊。等你若掠着吼，伊就倒转啊啦吼，莫烦恼啦。对啦，阿弥陀佛，老夫人。 讲起来，这拢是贫僧师徒的，唔对。师傅啊，你若讲安尼啦，互你的代志吼，甲阮就一点仔关系拢无嘛，吼，对无？对啦，阮互你的代志吼，甲恁一点仔关系就拢无啦。啊，你即摆饭啊食食吼，就紧好走啊，吼，莫搁直接咧顾甜啦。啊，头哥你看，阮袂用咧走的啦。啊，即摆乌溜无伫吼，阮来大遮代替乌溜照顾因阿尔。 对啊，阮要照顾阿婆啊，所以阮袂走的啊。你放心啦，人土狗吼，甲好友袂输亲像亲兄弟共款啦。伊会代替好友来照顾阿姆，啊，那你吼，啥物啊？是，好友无地，我应该代替伊照顾阿姆啊。就算讲阿婆吼有人照顾，也毋过阮也是共款袂行啊。 吼，为什么啊？因为阮大孙仔未转来啊，阮要伫遮等伊啊，吼，对唔吼？对，因为阮大孙仔要带乌溜倒转啊，啊若无带着乌溜倒转后，阮才会先去走的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吼，我实在毋捌看过吼，像你这么大面骗人客啦。又在我那赶吼，生赶也赶袂走啦。你即摆吼是拍什么伫遮做CD点？阿头啊，你若是先讲都讲袂听啊。 啊，不就特要赶人走是安怎？阿姆嘛，我好啊，莫讲啊！你是着高兴，要甲我搅死？无啦，你甲你算的啊。有啥物好算？不管你无这个心情啦，啥嘛？哇！ 妈呢，较袂着吼，你是拄我真会歹呢。我心情歹啦，你想卖了我？你是毋是互你去洗澡去，心情才会歹啊？无要紧啊，互你无地嘛要我陪你嘛是共款啊。共款就无共师傅啦，你是要安怎互你比？我谁人甲互你袂比啊？对无？若要讲论钱财，我甲你赚的钱。 公本啊，对，我赚的钱也无比较少啊。啊，若要讲论人办，我有鼻、有目睭、有喙，我连行这全啊，是毋是？我大咧输伊啊！啊，为个讲倒转啊吼，我是罗汉卡，对无？我罗汉卡，你若嫁互我吼，安尼吼，拢免烦恼无人管啦。啊，好你个厝内有一个青梅老母呢，你若嫁互伊哦，还佫奉待因老母啊。我就是爱共奉待啦，安怎？哎呦，这蜜桃啊！ 你莫戆啊啦！好，你根本就无介意你，你家己你嘛知啊。迄是阮家的代志啦，免你管啦。我谁都免管，我是关心你啊。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。你这样真无聊呢。迄好，你为着要找你趁食乌龙宝刀，甲即摆搁袂转来。啊，你若食饱盈盈吼，啊，搁唔管去倒找。我。你安怎？你是要找也唔找啦？好啦，我来去啊。 乌溜的啊，你是走对倒去？阿母，我想你，你敢知影？阿娘，阿娘，我回来啊！阿娘，阿娘，我咧叫你，你有听到无？阿娘，阿娘。 阿娘，哪安尼啊？阿娘，我是好溜啊！阿娘，我咧叫你，你有听到无？阿娘，好溜的，你这个囡仔，这个出门就唔知影通讲入门，阿娘是我烦恼的，你敢知？ 阿娘，我伫遮，你莫哭，你莫哭，阿娘，阿娘，好厉害！
我白将军，慢走。侯刘啊，你真好大胆哦！你死了后竟然无去引起地府报道，你该当好做啊！就是啊，下阮叫顶死命甲强要操头，你哦，等下你就使死啊！呀，我白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别撩我，我求你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！侯刘啊，你是真正唔知还是假啊唔知啊？你人已经死啊！我已经死啊！我已经死啊！不管拄则我叫阮阿听，伊拢无听到，拢嘛无感觉。原来我已经人死做鬼。阿娘，阿娘，卖啰嗦，你行！我将军变将军，我求你，我要通甲你倒转去，我是有苦衷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侯刘啊，一旦无上万事休，你人都死啊，哪有啥物苦衷呢？我变将军。阮阿娘自少年的时阵，都一直守寡。你辛辛苦苦一把车用大汉，可是讲我若是死，阮阿娘都无人通我照顾，而且已经有岁啊，伊的目睭我看无。可是讲我若是对恁转去，阮阿娘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我拜托你。侯刘啊，你加油吼，阮两个拢知影。但是你人都已经死去啊，你嘛袂使照顾恁阿娘啊！你留伫咧用世间哦，无路用嘛。对啦对啦，你哦，就甲阮倒来报道啦。咸老看你遮尔有效吼，一定会安排互你出世做好爷人的囝。到时哦，你的生活一定比即摆好几啊千倍、几啊万倍啊！我袂，我甘愿一世人对着阮阿娘身躯边做孤魂野鬼，我嘛无要离开阮阿娘身躯边，去投胎转世。我被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侯刘啊，你安尼哦，阮真歹做呢。对啊，你若无要甲阮倒来交铺吼，阮转去嘛足歹交代啦。我被将军，我求你好无？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好，我参详者，你的意思？我，哪安尼你的意思？我，你是大哥呢，你阁比我较悬。你讲安怎就安怎，我听你的啦。什么我讲安怎就安怎，啊万一若出代志哦，啊我一个人讲哦，我才无爱。袂啦袂啦，你无讲，我无讲，都无人会知影嘛。好啦，侯刘啊，这届吼，阮也当作无看到你啦，你走啦。真是嘞。欧美将军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侯刘啊，我先讲哦，贵阳即摆派出人咧找你啦。万一你也去用抓断吼，你唔通将阮两个出卖呢？我袂，我绝对袂出卖你，我袂去出卖你。断去卖讲。阿娘。阿娘，来，好打啦！多开啊！贵阳哦是派咱出来找人呢，咱在这啉烧酒，安尼敢好？哎呦，哪有啥唔好啦？咱即摆转去吼，贵阳嘛是叫咱去找啊，对不对？咱是叫啉酒度时间。到时再讲找无到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等到下班的时间若到，咱才转去。到时贵阳也袂怪咱找无啊。对，这叫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啦。摸鱼做成功哦，上班最轻松啦。对，赶紧问，来，好打啦！担心呀！好啊，你两个好大胆啊！叫恁出来甲我斗找人，恁两个秘籍家甲我摸鱼大会，你烧酒啊？啊！
像慢慢放开阮心爱，是无情的命运来拼煞咱两人，无奈的路敢是天安排？过去甘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甲期待，将心痛好做才应该。啊，冤甘将你的痴情牵落海。啊，我不知等待，是希望也悲哀。啊，请你着相信我，袂予你受伤害。今仔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找找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永远是。